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楚欣。缅甸这边发生大地震，瑞士规模有到8.2。这地震遮尔厉害，又甲遮尔吃力，是规个东南亚拢有感觉，甚至讲中国湖南迄边嘛有咧摇。好，即马缅甸军政府就表示讲，大地震造成超过2600栋的建筑物毁损，也是讲倒去，超过1644个人死亡，有3400过百个人重轻伤。灾情遮尔严重，缅甸军政府是向国际来求援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会来到救灾，联合国讲会提供500万的美金协助灾区救援，也佫有刷落来中建的这个工课。缅甸伫礼拜经历强烈大地震，离正阳100公里远的第二大城曼德勒，民众翕到地震启动时发生的景象。街路真混乱，民众惊吓大声叫，大楼倒去引起的土粉清楚看会到，显示地震造成的灾害真惨重。伫曼德勒的机场，长期的天棚挂伫空中，吹起的物件扫到规涂骹，民众惊甲死过头。位伫正阳16公里所在的中部世界市。街路的楼仔厝严重起起，有的楼仔厝1楼已经消失，看甲互人真惊吓。伫首都奈比多医护人员就地医治受伤的人，佮维持秩序。有一寡车当作救护车，将受伤的人送去病院。不过，这间病院也是重灾区，急诊入口的厝顶规个灯气放落来，一台轿车也互缀伫下骹。缅甸连续遭到强烈大地震，互这个受到内战艰苦的山车国家情况更加严重。正阳附近地区的真侪楼仔厝拢倒去，连庙寺也受影响。连接曼德勒甲世界的地标阿瓦大桥断做几啊过，缅甸军政府对外求援。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会提供缅甸相关的救灾援助，不过川普伫礼拜指示会删除援外的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多数职务。安尼用什么款的方式援助缅甸，即马也唔知影。It's terrible what's happened. It's a real bad one, and we will be helping. We've already spoken with the country. 联合国表示，会提供500万美金的紧急救援基金，协助灾区的救援甲后手的重建工作。The epicenter of the quake was in Myanmar, and the de facto authorities there have called for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and we are mobilizing teams and support. We're gathering information on the number of people impacted, damage to infrastructure, and immediate humanitarian needs in order to guide our response in the best way possible.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好，咱看到讲缅甸发生大地震是造成上千人死亡，数千人重轻伤，也这个威力嘛扫对泰国去。当地有一栋断裂起的大楼，有30层遮尔高，一声就倒落来，已经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超过78个人失踪。也是安怎遮尔侪大楼断裂起，独这栋开超过20亿台票去起的，都甲遮尔严重。都有风声讲，都是因为这栋是中国来合资的，不过详细原因要过来厘清。0328缅甸大地震甚至影响到周边的国家泰国。我们现在位在的就是泰国的首都曼谷哦。我们看到背后呢是这个所谓新建中的审计大楼，也就是这次最严重的灾区哦。它是直接呢从30层楼化为平地，可以看到目前怪手还正在开挖当中，而家属以及亲友们呢也在周边等待着好消息。เป็นแฟนนะครับยังติดต่อไม่ได้เลยค่ะอยากให้ผมออกมาแล้วก็ไปเที่ยวตามสัญญาไว้วันอาทิตย์นี้ลูกสะใภ้ลูกชาย2 คนอยากขอให้รัฐบาล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ราถ้าตายแม่ก็ช่วยเหลือศพงานศพแค่นั้นแหละ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灾区的附近呢，就是知名的观光景点卡图卡市集，但是呢，整条路目前是已经封街的状态，包括呢救护车以及警备车还有消防车辆才可以进到里头。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另一头，其实民众的热心物资也持续送到里头，包括热食、餐盒以及矿泉水都陆续送到里面，包括给救护人员、给这边等待的家属，甚至还有给国际记者。ก็ตอนที่รู้อะครับผมก็คือจริงๆแล้วก็เป็นผู้ประสบภัย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มื่อวานอยู่บนชั้น44ของที่ตึกทีวันนะครับในหลายๆเหตุการณ์ของเมืองไทยอะครับเวลาที่เรามีวิกฤตการณ์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ครับเราก็จะ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กับความร่วมใจอยู่แล้วอะไรเงี้ยฮะ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ภาคส่วนของเอกชนหรือว่าภาคส่วนของคนทั่วๆไปเงี้ยฮะเราก็จะเห็นกัน倒塌的大楼被揭露是由中国中铁时局来合资建造，去年4月甚至才进行封顶仪式，更号称是 SRC 的结构建造。
不过呢，究竟为何会倒塌，还有待官方进一步调查厘清。以上是公视新闻吕建云、陈宏毅在泰国曼谷的采访报道。泰国受大地震升当这个地震的时，有一个妇人人伫咧病院要生囝，害一个遮尔食力，这个医护人员有关是尽冷静，互囡仔平安来出世。一名医护人员加一顶病床围绕的，强烈地震来的时阵，泰国病院内面一位有心的妇人人顾袂着疼，想要走去做活，代志是雄雄发生。คลอดเอาไปมายิ่งปวดขึ้นค่ะแล้วก็ขึ้นเตียงแล้วก็หมอเต็มเลยค่ะ虽然正慌狂，也毋过无人离开病院，顺利互查某婴仔生出来，也有真侪温暖的故事，振奋医疗团队甲救护人员的心情。พอคลอดออกมาแผ่นดินมันก็ไม่สะเทือนแล้วค่ะก็รู้สึกดีแล้วค่ะ泰国起到一半的审计大楼，因为地震规栋倒来，救援人员24点钟久加时间比赛，工人被带伫咧下骹，深度可能有5到10公尺。亲戚朋友伫咧外口等2天啊，拢希望会当有好消息。ตอนนี้ก็คือเพื่อนร่วมงานที่เราเคยทำงานด้วยกันเนาะกับน้องดาก็คือมีอยู่4คนนะฮะพรรคพวกเนาะก็คือมีคนไทยคนพม่า3คนแล้วก็คนไทย1คนนะฮะ缅甸地震估规模7.7，那话做咱定定讲的瑞士规模是到8.2。缅甸军政府已经答应外国的斗相共，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600人。不过当地真侪所在无网络、无水、无电，搜救真困难。这件东南亚这几年来上大强烈地震，震碎缅甸真侪家庭。世界各国救援队拢出动，不过缅甸的曼德勒机场暂时封起来，高速公路路面受损，车无法度过，要去灾区救援真困难。公视新闻综合报道。东南亚近来上严重的这个地震，造成泰国那一栋30层楼高的大楼倒去。造成至少超过10个人死亡，也78个人失踪。那这栋大楼倒去，嘛有未少大楼受损害。这当地建筑物结构，这个设计都受到关注。有学者分析讲，地震的能量甲地震甲建筑物产生效应，大楼才会升腾甲遮尔食力。也结果技术是分析讲，泰国的建筑物咧设计时，当地震咧要的这个要求无够，可能嘛是原因。一时天摇地动，人拢走到街路。根据必然，缅甸这场强烈地震撼动泰国，当地建筑物损坏严重。白必顺的情况，大楼一直出现，连曼谷第一关楼、北约天空酒店也传出风景到歪去。也毋过业者发声明补贴，大楼无半点损坏。主要还是因为地质条件，软弱沉积物放大了低平坡，然后这个低平坡呢，就会先跟地层起共振。然后地层再跟大楼起共振，它会摇个不停。明明离正永远泰国所感受真强烈，学者分析，关键伫长周期的地震波，更加产生强震效应，所以算当未少建物。也毋过由技术提起，甲建筑本身的结构设计可能有关系。在泰国过去的一个地震的历史灾害来讲，相对发生的频率比较低，有可能造成整个在泰国的建筑物的耐震设计的一个规定，可能会比其他的国家来讲，可能标准会比较低。专家表示，泰国的建筑设计伫耐震系数要求不足，造成未当地大地震的侵蚀。也毋过，地震了后要去泰国旅游，民众最近找大所在安全更加安全。结构梁有出现裂痕的部分的话呢，可以当下拍照，然后作为证据去跟饭店的讨论，是不是可以改退房。不要选择老饭店，那也不要选择所谓的民宿那一类型，可以要求饭店需求提出一个证明文件，说，饭店并没有因为这次地震有任何损害。说落来，这几日无排除有冤有地震尾，若是民众行程照原本，专家建议唔通住观后站，建议饭店建筑以更高较好，也会当请业者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确保大日期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今日的报纸，佮有看什么重点？头先来看《中国时报》，咱国驻缅甸、泰国这两个所在的代表处，伫第一时间向因的政府表示讲，咱愿意派搜救队协助救援人员，甲装备已经准备好势，随时会当来出发。接落来看《自由时报》，咱向美国买66台 F-16BLK 70战机，第一架伫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出抢交机，国防部副部长毕鸿飞驻美代表卢代雷出席观礼。
上半时联合报来看后，移工算点钟的计划，明仔载开始试办，第一批拢总6间来参与，符合资格去申请，服务一摆4点钟，收值1000块到7250块。好，咱继续来关心全台大罢免的进展。中选会伫咧3月28表示讲，增加8件立委罢免案进入第2阶段人数。根据了解，这8件拢是民进党的立委，也已经进入罢免人数第2阶段的国民党立委齐卡新表示讲，民进党主席黄国昌有传信息予伊，讲愿意反制罢免，相信区会争取南北合作反恶霸的示范区。2阶联署罢免徐小新。亚洲帮花口河罢免齐卡新的团体继续伫街路上组织第2阶段罢免的联署书。也毋过29下晡，齐卡新也伫无到50公尺的区民活动中心办茶会，不过说好支持者甲罢免之间冤起来。我们一直都是很欢迎徐小新立委他到我们现场来啦，这样子，然后来看一下，倾听真实的民意这样子。有一些团体就蛮恶质的，故意呢想要来挑衅。可是我想哦，我们支持我们的朋友都是最理性的，大家说对不对？被认为现在大罢免防不中心，不过齐卡新讲，民进党主席黄国昌有传信息予伊，讲愿意协助反制罢免，予伊画出相信区会真做国民党甲民进党合作反恶霸示范区。徐小青委员在国会当中，我必须要说，非常认真在监督政府。台湾民众党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也中选会28讲新增加8件立委罢免案进入2阶联署，根据了解是1阶补件通过罢免民进党立委案，有台北的吴思瑶、吴派益、新北苏卡会、张宏禄、台中蔡其昌、何欣纯，也有关民立委陈英甲吴丽华。我想我还是会继续的努力，把我的本分做好。中正文化需要的是进步，而不是不正义的造假联署。大罢免的失败，承受的是民进党，所以民进党现在面对大罢免，没有回避的空间，一定要全党投入。民进党立委林正贤讲，赖清德总统已经发出动员令，要求全体党公职全力合作2阶联署，呼吁党内也有危机意识。也来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包坤基是向平民媒体讲，党中央甲党团已经取得共识，有家伫2阶联署成案了后，陆空建设法启动全面的热战。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前主席郭文德讲，身体无爽快，昨暗9点55分改予送医，11点30分才来离开美院。台北看守所表示讲，郭文德讲无爽快，虽然身体数据甲平常时差不多，毋过是健康高风险的个案，已经伫昨暗9点55分改予送医。也民进党主席黄国昌有去到台北看守所交申请书，甲郭文德争取自费请医生去所来甲治疗。告诉这边是表示讲会交医术人员来评估，评估讲郭文德就医了后的状况，再来回答申请。好，咱来看讲，哪会关袂行？台南一个70岁阿伯对这个2001年开始，都因为食酒骑乌多摆犯公共危险罪封关。2016年又搁食酒赛车、食酒骑乌多摆入去关8个月。2021年了后，酒驾搁犯3条公共危险罪去封关。去年10月出狱，年底又搁酒驾。法官认为讲，这个阿伯啊，无因为封关来学着驾驶，这届是甲判7个月。你车阁无车牌，然后你即摆规身躯拢酒味。半暝10点外，路途人骑无挂车牌的汽车，规身躯酒味轰炸落来，酒测达0.6五。离伊因为顶2摆酒驾合并坐驾出狱，计也无2个月。代志发生伫去年底，也毋过这已经是这位路途人第9摆酒驾轰炸刑，也互法官认定伊无会记哩坐驾的教训，搁判伊7个月有期徒刑。为累犯，且历经数次刑罚执行，却仍未心生警惕，再度触犯本罪，足见前案图刑之执行成效不彰，其主观上具特别恶性，刑罚反应力薄弱，应加重其刑。台南地院表示，姓吴被告5年来调工各犯，属于累犯，判伊7个月有期徒刑。那伊无上诉，会第4摆坐驾。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本分局也会针对酒驾来加强执法。
这位老大人伫2016年因为酒驾坐驾8个月，2021年了后，佮几个摆因为酒驾到去年10月出狱，已经累计坐驾3摆。怀疑审理的时，伊拢先前犯罪，说一还再还。警方表示，只要酒驾就会处罚，呼吁民众唔通以身试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中这边，台中港园的这个日月湖又搁传出意外，讲有人去跳湖行地路，家属认为讲可能是因为破病才会想袂开。市政府为着要防止有安尼代志搁再来发生，去年6月是有增加监视器，嘛有派警察去巡逻。也民众甲社福团体是认为讲，爱对心理这方面来支持，才会当避免悲剧搁再发生。假日的台中港园为少游客趁休困出行行的。也不讲到地漂日月湖，阁发生有人跳湖，民众心肝内也是感觉加油加油。像我也有带小朋友来，也是不敢要让他们下去玩，因为也是怕说比较宁可信其有啦。去年甲今年伫遮传说有民众不明原因跳湖的事件，敢若今年就3层。最近互发现的是伫29，是一个大约60外岁妇人，家属讲因为破病真久啊，想袂开。警方讲，发生的案件内底老大人较侪，也若市府讲也来加强相关的议题，也阁有定定来巡逻。园区内也设有监视器，大概77只，相关监视器的画面都有借接到公园内的派出所，由派出所与本局合作协助监看。另外，有关公园巡检的部分，由派出所每小时定时巡查。市府讲，除了增加监视器的数量，最后周边也增加围栏这相关的设施，也考虑运用这个 AI 科技预防的可能性。也不过，真侪民众认为讲，附近真侪老人住伫遮，加上遮位伫旧市区，暗时真少人来，也不过若要来真好找。老大人真可能因为一时心情无好，而想袂开，就可能一直盯着湖面看，然后就是又站得离湖很近的那一种人，可能就是需要多注意一点。啊，小朋友当然也是要拉住啦。届龄退休或者是在65岁左右的，我们就会建议可以提早安排退休生活。那来转换自己的心情啊，然后也可以想想说，我可以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来丰富自己的下半人生。社福团体也讲，除了涉及面的防治，积极民嘛引导老大人适度释放压力，也佫有借由甲别人以及社会活动，找回自信心甲生活重心，尽力肯定自我的价值。也若边的人甲家属心理上的关怀甲支持，更加是真重要，才有法度避免真正发生相关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本关是台中这边哦，台中陆成宫和溪马廖景昨早起起价，这个活动头尾是22天，是全台湾期间上界长的廖景活动。沿路会经过11个区116个里，按算伫4月19暗时回价。另外，苗栗通宵白沙屯妈祖今年5月初2要去北港进香，也庙方表示讲已经超过13万人来报名。伫台中市长卢秀燕等人的呼叫之下，汉溪妈祖正式起驾，登记为期22日的绕境行程。离到早起的来到台中乌日区，受到信众热烈欢迎。当地顶头前来迎接妈祖銮轿，也会入去庄内为当地信众祈福。汉溪妈祖绕境18庄今年建立第204年，那是全台天数上长的绕境，也将会加过11个行政区116里，天价也是自驾供庙，阁是达到99座。庙方表示，除了维持传统以女性供轿的方式，今年有计参与人次也会创新高。延续204年的台湾无形文化资产，这是国家级的国家级的文化资产。另外，伫苗栗通宵供天宫的外口，人店也是摆卡长，这拢是准备要报名白沙屯妈祖的香灯卡。没差啦，要拜拜，要对啊，保水都蛮欢喜，值得啊。怎么说？值得，保佑你1年平安啊。庙方表示，到礼拜下昼完成报名的人数已经超过9万，有计今年的人数会创新高。白沙屯妈祖起价日伫5月初1起价，有计会以计平均的方式，36点钟左右去北港，呼吁信众爱责任，更较爱注意自身的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今日家特别60档历史的北部大变国小的育婴楼是由在地的居民、老师、学生也各有当地的师傅，大家是合作甲起起来的。不过进前虽因为讲安全的问题，学校拍算拆掉甲重启，也经过众人的协调，2022年是登录做新德馆的历史建筑。最近嘛有居民甲老师用4年外的时间，替育婴楼出版一本册，合作来自土地建筑甲做记录。步做查考处顶，会当看出遮经过真侪风霜岁月，有60档历史的新德馆北部乡大坪国小育婴楼，2022年登录做新德馆历史建筑，有地方文化工作者甲老师经过2年外的整理，共同出版来自土地建筑新册，希望把这档历史建筑记录下来。当初建校的时候，在盖运楼的时候，是全校的师生到河边去捡石头上来当地基。然后在地的匠师来这边盖这个育婴楼，我觉得都是在地，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除了这个建筑史之外，还有地方史，对，还有学校的建校历史都写在这本书里面。育婴楼起好挖一架子，当年是由全学校师生以人力方式就地取材，对大坪溪搬石头来拍楼面的基础，全部做的厝顶见证当地抗疫兴衰。透过社区甲文书工作者的调查，会当看到历史、建筑美学以及师傅工艺结合。育婴楼是在地人用在地素材，结合了在地的故事建立起来的，所以它对孩子来说，它是有教育意义的。对学校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第二个是教育，第三个就是希望它修旧如旧，把在地的故事、在地的人文，透过育婴楼永远的传承下去。经自社区共同的基地修复补强建物，活化再利用，和这座承载抗疫历史甲北上西精神的建筑，成做校园的一部分，也连接北部的过去甲未来，成为一个当地重要的文化地标。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中华职棒2025年的赛季起过后，去年的总冠军中信兄弟伫台北大巨蛋对战同一赛，这个4万的位也是坐甲满。灯会甲镭射效果加成，派旋 system 甲吉祥物小翔用舞蹈点到全场的热情。然后就刷落来登场，以前红的舞曲结合舞台视觉效果，更热起来。开幕前以进化做主题，中信兄弟要透过更较高规格演出甲场来体验，甲球迷见证进化黄条，同齐迎接全新的冠军之路。这办关年都是球迷会展现成功有信心。兄弟每年都是慢热型的，上半季不一定会拿到，但是下半季就是一直打下去了，然后最终还是冠军在兄弟。中信兄弟约吉手江坤武今年甲兄弟签10年，总值超过1.4亿的大约。阿坤讲，又愿以身体健康超越去年的家己做目标前进。可以超越去年的自己啊，为这个目标去前进，然后变得越来越好。Akun has impressed me a lot. He said that he made some really good changes this off season. He was hitting like 500 most of the time. 赛队外野手陈吉贤今年也甲赛队签10年，总值2亿的中职上大合约。伊强调对比赛投资袂因为合约有所无同，也毋过新的开始，家己真期待，也向球迷发声加入场。12强有今年赛的加持，我相信今年大家对棒球是会非常期待的。一直以来我们统一的选手颜值都很高啦，然后你能够赏心悦目的看着比赛，然后球员又长得帅，所以那会更加持。为中职官办热身赛超过10万人次，一场平均3487人，写入历史纪录。这场开幕战4万席次满座，球员相信这个赛季会有更较侪的球迷入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观众朋友，咱做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低温13度，上关嘛正16度。中部这边13度至20度，来到南部气温是16度至27度，观众朋友就要注意早暗的温差。东部这15度至23度，外岛地区9度至21度。
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观众朋友，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曹欣，明仔载同这时间，咱再会。